成分咧係除咗鹿筋可以強筋護關之外，仲有櫻桃萃取，有強效止痛嘅作用。輪蝦油咧就幫你潤滑啲關節啦，仲有加埋鹿骨鈣幫你補充鈣質，一粒有齊4大功效。關節痛咧喺我哋呢個年紀咧好常見，可能大家咧搽下按摩膏啊，貼下鎮痛貼啊，或者食下葡萄糖胺就算。係咪覺得始終都係治標唔治本？過咗一陣又會痛翻呢？大家咧可能忽略咗，原來筋腱對關節係好緊要嘅。一方面咧係用嚟固定骨頭同肌肉啦，有緩衝嘅效果；另一方面咧係令關節喐動嘅時候咧減少摩擦，從而更加咧係靈活順暢。古代咧《黃帝內經》咧已經講過啦，筋長1寸，壽延10年。筋好關節好，對成個身體嘅狀態咧都有好處嘅。不過人嘅筋腱咧就好條橡筋咁，越用得多咧就越鬆，咁彈性同韌性咧就會越弱。咁當關節冇咗應該有個支撐，咁骨頭之間係咁摩擦啦，骨撞骨咁，關節痛咪就係咁嚟嘅咯。想補好條筋，改善關節痛，我揀正品鹿筋骨痛丸，因為鹿筋咧有豐富嘅含血量，加上多種嘅氨基酸啦，同埋骨膠原蛋白，可以強化筋腱嘅彈性同韌性，真正係做到以血養筋，改善筋骨失養嘅問題。成分咧係除咗鹿筋可以強筋護關之外，仲有櫻桃萃取，有強效止痛嘅作用。輪蝦油咧就幫你潤滑啲關節啦，仲有加埋鹿骨鈣幫你補充鈣質，一粒有齊4大功效。最重要咧係已經有大學研究證實，正品鹿筋骨痛丸咧係市場上唯一證實有效改善關節痛嘅鹿筋保健產品，加上紐西蘭製造，食得安心又放心。正品鹿筋骨痛丸，萬寧有得買啊，記得去買啦！